尊敬嘅主禮嘉賓，平機會主席林美秀女士 SBS，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議員 BBSJP， 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九龍高橋健先生，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科社會工作主任李偉鵬先生，民政事務處助理專員鍾海婷女士，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梁鳳華師姐，各位嘉賓、合辦機構代表、各位義工、農協委員同工同埋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喺2025年香港聾人節呢個咁重要嘅時刻，我代表香港聾人協會同大家致以衷心嘅感謝，可以同大家一齊見面，見證呢一個聾人社群好重要、有意義嘅日子，我覺得非常榮幸。首先，多謝各位主禮嘉賓抽時間到場，感謝你哋對聾人社群嘅關心同埋支持。你哋嘅參與顯示對我呢個社群嘅重視，亦都俾咗我哋最大嘅信心去到推動平權。我要多謝各位合辦嘅機構支持，正正因為有你哋嘅合作，先至令到呢個活動順利進行，為聾人社群提供咗一個好重要嘅平台。仲有感謝各位義工嘅無私付出，你哋嘅努力令到呢個節目更加成功，令我呢個社群充滿溫暖同埋關心。最後要多謝農協嘅委員同埋每一位同工，你哋不懈嘅努力令到農協一步一步嘅發展，為聾人社群爭取到更多嘅福利。再一次多謝所有到場嘅朋友，你哋嘅支持令到呢個節目更加有意義。將來我哋會繼續努力推動一個更加共融嘅社會。多謝各位。